讲到立法院新会期在今仔日开机，邀请行政院长杜英台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一开始有甲阻碍，落尾有互伊上台报告。杜英台又讲到这总预算的争议，问讲这新增加的项目敢拢卖做，还是讲倒一项无重要咧？若讲到这行政院办事敢会提出复议咧？杜英台无表明，敢若强调会用合法合宪的方式救济。 行政院长杜永台一上台，就互国民党的立委抵制，民进党的立委赶紧反制，话讲要开会，场面真乱。杜永台敢若会当上转去伊的位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出面依持场面，抵制行动无10分钟就结束。杜永台重新上台做施政报告，强调国内有5大要紧的问题：人口对策、拍诈骗反毒品、人才人力、稳定物价、甲能源转型。毋过，雄雄讲到总预算案的争议，然后再经过大幅的删减，我们的今年预算 就会比去年少，6度的预算都在增加，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的预算却必须要比去年少？难道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都不要做吗？哪一项不重要？总预算的局面要被解决，外界预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可能伫27行政院会。不过，杜永台跟他回应，搁咧研究合法合宪的救济，也向朝野话声讲，团结比啥拢较重要。不过到施政的即阵，总预算案搁正做哪位甲杜永台对下的话题。 去年互你80块啊，有鱼有肉啦。去年互你100块啊，恁大家咧办倒啦。今年互你102块啦，你讲无钱买有钱纸，大家咧骗吼。情绪性的谩骂哈，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合理的跟你做政策的讨论。您认为您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院长？来，最富裕的院长，富裕，富裕啊，哦，富裕啊。 复议最多的院长，您是史上最难为的行政院院长。因为立法院的新会期，那也讲要推民生法案，话声讲兴复劳工7天假。不过，杜永台表态讲，固定假日几天的调整必须要对国家有意义，才会当采取全国一致的原则。也希望以社会付出成本上低来增加，会当公开理性讨论。那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希望维持即卖状况，强调劳基法规定的工时已经和军公告同款，制度要建立要有共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